大家好，我係今日嘅主持人 Richard。大家好，我係 Anson。咁今日啦，咁我哋以前香港無處不旅遊咧，就拍過唔少嘅位於元朗嘅唔同嘅文化啦，仲有啲景觀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濕地公園呢個地方，就拍一啲唔同嘅自然風景。老實講，我對於濕地公園嘅印象其實好模糊，就係知道呢個係一個有樹、有水、有雀仔嘅地方。但係呢度究竟係咩呢？點解值得我哋專登嚟睇呢？咁其實咧，濕地公園咧就唔同一個平時咁嘅公園啦。濕地公園咧，佢係一個好特殊嘅環境，因為佢係介於土地仲有水嘅中間點。呢度咧有好多唔同嘅生態環境，例如即係沼澤啦，仲有蘆葦叢啦，然之後仲有紅樹林啦。然之後喺呢啲唔同嘅環境之中咧，亦都孕育咗唔同嘅生命喎。所以咧，呢個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地方嚟嘅。即係話呢度唔單止係俾人散步打卡咁簡單，原來係一個真正有生態價值嘅地方。呢個就一定㗎啦。即係香港咧，其實咧就唔止得呢度咧有濕地嘅啫。其實香港有好多個濕地嘅。但今日咧，我哋集中咧就睇濕地公園嘅，所以咧我哋今日就一齊去睇下啦。出發！哇！呢度環境真係好靚喎！哇！一行入嚟，覺得咧呢度咧同我平時熟悉嘅香港完全唔同。出邊咧係好快嘅城市節奏，但係一行入嚟就覺得呢度所有嘢就突然之間慢咗落嚟。梗係啦，呢度唔同出邊啦，呢度咁安靜嘅環境咧，係因為呢度有一個非常之完整嘅生態系統。我哋唔單止可以喺度享受一個安靜嘅環境之餘，我哋仲可以望到咁靚嘅大自然喎。我覺得平時喺市區好少有機會係咁近嘅距離睇大自然喎。梗係啦，因為咧濕地公園咧就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，就係咧俾我哋平時好難接觸到濕地環境嘅市民啦，就可以有一個好近距離嘅機會睇到咁靚嘅大自然。而且呢個地方咧自然環境非常之集中，所以咧我哋可以有一次過學習到唔同嘅嘢。哦，原來咁。而家咧，我哋就嚟到觀鳥屋啦。不過喺呢個地方一定要講嘢細聲啲喎。我哋依家嚟到觀鳥屋，坐喺呢度咧，望出去視野真係好開揚喎。梗係啦，因為觀鳥屋咧係公園入邊非常之受歡迎嘅地方嚟嘅。因為濕地咧對好多雀鳥嚟講咧係休息，然之後食嘢，甚至係過冬嘅重要空間嚟嘅喎。即係話呢度對於雀仔嚟講，唔單止係行過路過，而係真正有維持佢哋生命嘅生存咗。冇錯啦，香港咧其實係位於候鳥遷徙嘅路線之上，然之後海灣一帶嘅濕地咧就係呢度我哋出去望得到噶啦，正正可以提供到食物，仲有停留空間俾到呢啲雀鳥喎。所以咧呢度就好似佢哋長途旅行之中嘅休息點。所以咧，我哋眼前見到嘅唔單止係一片風景，而係一個生命賴以生存嘅地方。冇錯啦，所以咧我哋參觀嗰時應該就要保持安靜，唔好打攪佢哋啲野生小動物啦，好重要啊呢一個。哦，咁樣咧喺邊度咧？咁我哋就可以睇下啦，去一齊個望遠鏡。啱先上邊睇嘅係整體景觀，但係依家落到下邊會發現，其實下邊有好多細小嘅生物喎。係啊，呢度咧唔單止係有雀鳥啦，其實仲有好多微型嘅生物啦，例如一啲小型嘅無脊椎生物啦，我哋可以喺呢啲泥灘入邊見得到嘅喎。係，哇！我見到跳嚟跳去嘅，係咪就係彈塗魚啊？係啦，
彈塗魚咧就係呢片泥地最標誌性嘅生物嚟㗎啦。咁除咗彈塗魚之外咧，呢度仲有招潮蟹喎。呢片泥地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微型小動物咧，都係靠住呢片泥地咧，然之後去賴以生存嘅。所以係咪紅樹林都好重要咧？冇錯啦，紅樹林咧點解重要咧？因為紅樹林咧佢唔單止咧可以為動物提供一個棲息嘅空間啦，亦都可以穩固周邊嘅泥土。然之後咧所以呢個都係濕地環境嚟講非常之重要嘅一個部分嚟嘅。哦。行到而家，我終於明白咗呢個濕地公園嘅重要性。不過當我知道呢個地方有咁高嘅生態價值時，我就會諗到一個更大嘅問題。近年好多人都會提起北部都會區嘅發展，當未來發展越嚟越多，呢個濕地公園會唔會受到影響呢？呢個都係非常之多人關心嘅議題啦。因為新界西北嘅發展咧，佢與濕地都係息息相關噶嘛。因為你發展新一個地方，佢係會改變好多土地嘅用途，咁濕地會唔會受到嘅影響呢？咁呢個咧係我哋需要去關注嘅地方啦。因此點樣平衡發展仲有保育就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所以發展同保育咧唔一定係非此即彼嘅。我哋應該要用一種更負責任嘅態度咧去考量我哋嘅未來，因為咧我哋嘅下一代都應該去睇到呢片咁靚嘅濕地環境嘅。係，冇錯啦。今日我哋由市區走到有濕地啦，我哋見到嘅唔單止係風景上嘅轉變，更加係對香港有另一種重新認識。香港濕地公園提醒我哋啦，元朗唔係淨係得熱鬧嘅一面，亦都有安靜同埋好值得我哋守護嘅自然價值。而呢份價值咧，其實唔只係屬於眼前嘅一座公園，佢仲連埋咗後海灣一帶更大嘅濕地系統，亦都聯繫住香港將來點樣理解發展呢兩個字。其實咧喺北部都會區嘅發展當下，政府已經提出咗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，希望可以推進保育同發展並行，保留後海灣一帶重要嘅生態空間啦。咁即係話未來嘅北部都會區唔單止係一個淨係講房屋、基建同產業嘅新發展區，如果規劃得好，其實佢可以係一個將城市建設、生態保育，仲有養殖產業同自然教育咧放喺同一張藍圖上面嘅地方嚟喎。因此城市嘅發展唔單止係起得更高、更快，而係仍然願意為自然、為下一代留下一啲不可取代嘅地方。